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还是先看房企的消息。根据这个澎湃新闻报道说凯德集团拟出售上海浦发大厦70%的面积，较买入价折价逾30%。新加坡大型房地产集团凯德集团预计将亏本出售5年前收购的上海浦发大厦。据知情人士透露，凯德集团REW 集团旗下基金近期正就出售上海浦发大厦项目进行磋商。根据双方协议，凯德集团将以18亿元的价格出售位于陆家嘴核心商圈的上海浦发大厦，约70%的面积。据了解，凯德集团首创集团旗下公司初步谈拢该价格，18亿元价格相当于目前凯德集团于此前收购该项目所剩余的贷款。若以总价计算，此次凯德集团拟出售上海浦发大厦约70%面积，价格相当于收购价格的65折。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凯德集团居然65折卖房。我记得前年2022年还是23年，潘石屹7折卖他的 SOHO 现代城都卖不掉。现在这个浦发大厦它是在陆家嘴核心商圈，那是寸头寸金按理来说它不应该打折卖它为什么65折卖呢？你只能说这个房地产的行情恐怕不容乐观第二个，外资现在不是在进入房地产，而是从房地产撤退。所以不要看媒体天天报道这个上海的豪宅日光，对吧？上海新房价格也在上涨。你们看看这些真正的机构在干啥？李嘉诚在北京的房子7折万出卖，都是比赛看谁跑得快今天这个网上又传这个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他说2026年房地产拐点会出现，中国房价在2026年会止跌回稳。不过他也认为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可能到 7.6， 2026年中国名义 GDP 减速到 2.7%。 就是说这个瑞银的这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他既把咱们跟那个日本相等同，就是说咱们 GDP 只有 2.7%，那就是继续叫是低迷，但是又说房价在明年会见底，这个确实也很有意思当然了，还有这个国内的也有这个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认为，参考止跌回稳的国际经验，海外5国房价下行周期在5到10年左右，跌幅在 20% 到 40% 左右。参照此，中国房价有望在2026年前后止跌回稳。随着一系列明确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利好政策陆续落地，房地产市场预期进一步改善。这是中信建投的研报那就跟这个瑞银相互呼应了，都认为2026年房价会出现拐点。但是我认为这个中信建投他这个观点那就叫刻舟求剑，他把海外什么美国加拿大那几个国家房价一对比人家下跌5年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也是下跌5年就回来。你这个逻辑不顺对吧？美国你像那房地产危机那叫什么次贷危机的时候，人家后面赶上了那个叫什么科技革命，对吧？它的高科技这个产业快速发展，其他的产业快速发展，把这个房地产对吧这个暴雷次贷危机的影响给它弥补了。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它的房价又拖住了，房价又开始回升。那现在我们有什么行业有什么产业能够快速的把房地产下行造成这个负面影响给它弥补上？有吗？反正没看出来。所以说千万不要相信这些经济学家的话，对吧？房地产它已经涨了20多年，将近30年，不可能一回调个3年就结束了。2021年开始恒大暴雷，房地产才开始低迷这才4年不到3年你就说结束了，到2026年那也只有5年呢，调整的时间都不够。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些经济学家这些机构他说2026年这个房价能够企稳回升是个美好的愿望是对吧？是一个个人的希望。这样日本人对吧消失30年，那我们呢消失3年是吗？你现在看各行各业的数据看媒体报道，那现在楼市都是企稳回暖，对吧？止跌回暖，但实际上呢恐怕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勉勉强强算是对吧止跌回稳，其他地方该怎么跌还在怎么跌。而且这个11月马上到月底了，很明显的很多其他的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这房价它又开始下跌了。前面对吧因为受到这个上海房价上涨或者叫很多人在观望，房东不愿意降价，在博弈。但是这个时间一过，房东一看卖不掉，赶紧降价吧。所以前面不跌，现在如果一旦跌就是开始加速光明正大的跌。所以房价这样一跌观望的人会更多，担心自己高位接盘被诱多现在部分地方二手房新房房价有点反弹，
交易量有点火爆。记住了，这是下跌过程中的一次小反弹，一次回升，应该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啊。具体情况你可以参照这个香港这个摩根士丹利啊，又开始写小作文了。他认为啊，说明年第2季度以后，中国或将推出刺激消费为核心的第3轮刺激计划，内容可能包括对个人社保缴费进行2到3年的部分比如说50%啊减免，预计每年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2到3万亿，实施全面的生育支持计划，涵盖直接补贴，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和加强女性劳动市场保护等，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的现金安置，通过政策性款的专项债等方式，为100套城中村改造提供2到3万亿元资金，以加速消化房地产库存，刺激住房相关消费。又是小作文啊，这个已经传过一次了，没有实现，这回传到明年2季度，信不信看个人啊。这个第一财经啊，他也报道啊，说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楼市回暖，二手房展示领先，土拍又诞生新地王。他这么说的啊，他说在2线城市中，杭州楼市率先全面回暖，时间进入11月下旬，热度仍在延续。今年是杭州楼市的政策开放之年，5月杭州宣布彻底放开楼市限购，无论是本市还是外省市居民，不论户籍都可以到杭州购房，且套数不限。今年10月，杭州又宣布取消新房限价，新出让住宅用地不再设置新建商品房限价要求。此外，同时官宣了下调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取消社保排序等政策，几乎推翻了此前楼市过热期出台的所有限制性措施，购房者迎来了史上最宽松的购房条件。在今年10月的一揽子房地产新政出台后，杭州楼市迎来一波购房高潮，二手房成交量冲上历史高位，价格企稳，新房市场红盘不断，打新热度攀升，土地市场又出新地王，最高溢价超过 64%。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0城房价数据，杭州二手房涨幅十分显眼，环比上涨 0.8个百分点，在70人中排名第2，仅次于北京。贝壳研究院统计，今年10月杭州二手房网签9120套，环比9月6033套上涨 51%， 同比去年10月6277套，提升 45%， 创下19个月以来新高，也是7年来杭州楼市成色最好的寅时。杭州二手房市场不再仅仅以老破小为主流，次新房也有了一席之地。杭州二手房的成交均价因此得以抬升。10月，杭州二手房网签成交均价29411元每平米，环比9月价格28091元每平米，上涨 4.7%。你看啊，量价全部涨了，成交量涨，房价也涨。说这样的热度并不是昙花一现。11月，杭州二手房市场仍然热闹非凡。根据杭州住保房管局官网数据，在全国人民都忙入网购的双11，杭州二手房成交量也冲上了单日479套的高位，仅次于今年6月11日的525套。而截至11月21日，本月杭州二手房已成交6540套，处于年内高位。很多杭州的中介机构和地产业业内人士都在猜测11月二手房的最终数据，杭州二手房市场或迎来万套时代，100套、万套、1000套都是套啊！随着市场预期的好转，杭州的新房市场出现打新热，部分楼盘可谓一房难求。杭州贝壳研究院院长单关健告诉第一财经，综合各方面情况，目前杭州楼市看涨情绪仍在上升中。在10月份的所有调价房源中，降价房源占比下降 88%， 较之9月份下降 6%。虽然市场降价房源还是占主流，但市场分化明显，主城区高端改善类高性价比房子去化速度快，拉高了整体均价，头部区域已显现出止跌回升迹象，少部分楼盘已出现了价格反弹。近2个月来，杭州二手房溢价空间减少，10月份溢价率回落到 9.65%， 较之9月下降 0.55%， 10月份继续下降 9% 的附近。楼市中各方心态都在发生微妙变化。这个是第一财经报道的啊，在第一财经的这个描述之下，这个杭州楼市啊是在所有2线城市里面啊第一个止跌回稳，出现打新热，量价双回升。实际上啊，这个也是下跌过程中的一个小反弹啊，不改下跌的这个大趋势。杭州二手房这个价格将近3万一平米，你还要怎么涨？谁能买得起？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啊，对吧？你涨了谁去接盘？现
现在就业有多难呢？我看网上有报道啊，这央企下属的昆仑能源，它招人啊，今年准备招聘130个人，网络报名26000多，也就是200选1。经过初步筛选简历啊，有17000人，然后考试后淘汰近万人，还剩下7600人，分15个片区进行第一轮面试，最后要选130人。你说说，这跟海选呢？这竞争这么激烈，工作这么难找，你房价涨这么高，指着谁去买？谁买得起？而且现在啊，这个新生儿出生率是一年比一年低，什么意思啊？对吧？10年以后、15年以后出来工作的年轻人更少，严重老龄化，全国的年轻人都往杭州跑，也撑不起你的房价。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时代周报》啊，他今天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不在城里买房的工薪族花100万在村里盖房”。这个他说啊，2005年前后，北京一群年轻人跳过房地产商合伙建房的消息，在彼时的地产圈引发轰动。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抵抗高房价。2005年抵抗高房价，你说现在回头想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啊！2005年的房价都叫高房价，那你说现在的这房价叫什么？那不叫天价吗？说他们计算过，邀请数百人加入，每人支付一定的合作资金，再加上银行贷款，即可覆盖购买地皮、建造和装修楼房的花销，且省掉购买普通商品房时需要承担的开发商利润、广告销售费用、机构维持费和项目贷款利息。他们最终的房价可降至周边商品房的60%到80%。说这种算法也得到彼时地产界人士的认可。不过后来因为财务管理、楼房建设、后期维护等项目协商执行困难等问题，这栋备受关注的大楼并没有建成。虽然啊，跟现在比，2005年的房价那不值一提，但是啊，在2005年依然年轻人认为房价高。这就是我说的啊，就是每个时代这没有人认为房价便宜的，就是年轻人都受这个房子的这叫痛苦啊，要不然怎么可能合伙自己盖房呢？不就是嫌房价贵吗？不过最近2年跳过房地产商，个人或合伙买地建房的风潮再起。他说，近年来陆续有浙江丽水市、湖南长沙县、云南普洱市等地主动规划小微宅地面向个人买家推出，且部分地块已经成交。不过此番个人买地建房热，与20多年前的合伙建房成因不同。多名地产专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伴随房地产进入新常态，大部分城市土地财政明显收缩，地方政府有动力将一些地块化整为零，出售给个人买家，一定程度填补土地财政缺口。他们表示，伴随更多的小微地块可供挑选，也会吸引更多个人买家交易，个人买地建房现象或将越来越多，且该趋势将率先在中小城市蔓延，因为这些地方大多人口总量较少，人口持续流出，且人口相对分散，接下来再由房企大块拿地建房的可能性不大。说另一边，对地远田居的期待之下，也有人群啊将目光放至城市远郊或自然风景优越的农村地区。不过根据现行土地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不可面向外村人买卖，所以这部分群体或签订数年自建房租赁合同，或私下与买家签订缺乏法律保障的购买合同。也有的乡镇就此需求尝试新市场，通过乡村旅游项目建设民宿小镇，为旅客提供租赁和买地自建服务。那自建房会成为今后楼市一个支撑点吗？他这里面介绍了几个年轻人跑到农村买宅基地，想拥有小院的年轻人打算买地建房。为了拥有自己的小院，80后的小周和丈夫放弃长沙区的市区的房子，转而在家乡宅基地盖了一栋3层楼房，预计建房装修总花销100万元。这个长沙郊区买的房盖的房啊，开车半小时就到了长沙市里。这个对于这个自由职业者来说啊，也就是没有上班通勤要求的，那在郊区盖个房子这没毛病啊。关键他那地方离市中心开车只要半小时。和小周持一样想法的年轻人不少，但和小周不同的是，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群已是城镇户口，本身没有可用建房的宅基地，
买一块地是他们拥有的小院的第一步。这里面要分几种情况啊，就是你买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还是什么宅基地，对吧？但是宅基地是不能买卖的，你得变一下的，变通，实际上这些都不受法律保护啊。一旦这个卖宅基地给你的人一反悔，一打官司，你的合同就无效，所以这里面也有风险。我一直说啊，这个农村的宅基地应该流动起来，容水卖，对吧？只要流动起来，容水卖，农村的经济就有可能搞活。这个咱们以前节目里面直播里面都讲过，对吧？你现在农村的宅基地基本上是荒废，因为很多农民啊，他已经进城了，有的甚至到国外去了，那宅基地就放在那，然后等到村里面什么时候规划，那宅基地就被村里收走了，收回。有很多人不理解，宅基地不是你们家的，是村集体的，对吧？如果你那个宅基地上面房子就没有户口了，人都迁走了，你那宅基地就被村集体收回。有很多反对啊宅基地流转的人，他认为农民把宅基地卖掉了，好了就完蛋了，居无定所。他根本就不知道农民把宅基地卖掉是为了进城，对吧？人家在城里有房，怎么就居无定所呢？还有，对吧？农民的承包地那也是集体的，对吧？你只有这个承包经营权，而且只有几十年啊。事实上是现在大部分农民啊，把自己的这个承包地啊都转包给大户，那些大户动不动就是1000亩，他买机械，买那些收割机，各式各样的机械，他来种。所以说啊，这些农民都或多或少都已经进城了，或者是长期在外面打工，也就是春节那几天回来。实际上啊，以我的观察，农村里面荒废的宅基地比比皆是啊。如果政府啊加以规划，容许这个宅基地出售，对吧？把宅基地啊条规变性，把它变到某一个区域去，把几个村啊小组合并到公路边上的一个小镇，鼓励城里面的人啊，类似胡锡进这样的人去买宅基地盖房子、盖别墅。胡锡进去盖套房子花100万，那100万不就是当地吗？不就是 GDP 吗？创造多少就业啊，对吧？他需要多少个小工啊给他干活啊？然后胡锡进他有退休金，他也不在乎种地赚不赚钱，你给他2亩菜地，让他对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满足他这个知识分子啊对土地的渴望，满足他这种田园风光，这种土地的这种对这个土地的这种眷恋。那胡锡进老师他自己也种不了地，所以他还得请几个农民帮他种。你看农民就找到工作了，你要一个月给农民800块让他帮你种地，那他简直是高兴的不要的。但是啊，我不提倡年轻人去农村盖房，对吧？我提倡这种退休的有钱的去，因为年轻人还是要奔生活，对吧？你还得要发展，对吧？你下一代还得要教育，这些资源都在城里，你跑到农村去，你花100万盖那个房子，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就是沉没成本的。等到小孩上学，你又得往城里跑，然后小孩找工作还得在城里待，对吧？自由职业者其实也不适合再教出去，因为你有小孩上学怎么办，对吧？那些丁克，对吧？他不要下一代的，那另当别论啊。所以年轻人呢，不要想着跑到农村去盖房，没有必要，因为你一旦房子盖了，那个就开始折旧啊。所以欢迎胡锡进这样的，对吧？退休金比较高的，手上也有钱的，他在河北大厂买的房子早就腰斩、膝盖斩了，有那个钱不如到农村找个地方盖房。这个1998年土地管理法呀规定啊，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实际上就这一条啊，把这个集体经济的这个集体土地入市的大门啊就给你关上了。但是20年以后啊，2019年这个新的土地法修订，其中有一条叫集体土地可以入市，相当于把这个大门也打开了。就是在集体土地可以入市的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农村土地已经通过旅游脑产业的模式进入市场。所以说啊，要持续推动集体土地使用权入市，村集体成员收入分配，对吧？这个恐怕就是说就有了钱。当然了，这个集体土地入市也要加强监管、加强监督啊，要不然这些村长、村支书啊上下其手，利用这个政策，对吧？这个中饱私囊。随着农村宅基地的开放啊，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农村去盖房，城里面的房子是不是就过剩，对吧？空出来更多，实际上这个对房价，对吧？又是形成压制啊。所以说啊，在这个大背景下，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这个背景之下，还希望房价涨的，对吧？还指望着买房子然后一夜暴富的，这个已经不现实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